Rights raids are happening across Los Angeles, and in this video, I'm translating the Know Your Rights cards into both Cantonese and Mandarin. These Know Your Rights cards came in 39 different languages, and I'll put them in my link in bio. Now I'm gonna read them out first in Mandarin, then in Cantonese. 如果你是美国公民或者合法移民，请随身携带护照或者绿卡。如果你是无证移民，请牢记，您也一样拥有以下4项美国宪法权利。第一，你可以说，根据第5项修正案，我拒绝与你交谈，不会回答任何问题或者签署任何文件，我有权保持沉默。第二，你可以说，根据第4项修正案，我拒绝你进入我的住所或者搜索我的物品，除非你有法官签发并且写有我名字的搜查令。第三，根据第6项修正案，如果被拘留，你有权要求一个律师，并且在律师来到之前不要说任何的话或者签署任何的文件。第四，在任何場合遇到移民局工作人員，請立刻出示以下卡片。Now I'm gonna say in Cantonese。如果你係美國公民或者合法移民，請隨身攜帶護照或者係綠卡。如果你係無證移民，請牢記你同樣享受以下4條美國憲法權力。第一，你可以講根據第5項修正案，我拒絕同你交談，或者係回答任何問題，或者係簽署任何文件，我有權力保持沉默。第二，你可以講根據第4項修正案，我唔允許你進入我個住所或者係搜查我的物品，除非你有法官簽發嘅寫住我全名嘅搜查令。第三，根據第6項修正案，假如你被拘留，你有權力立即要求律師。見到律師之前，唔好講任何嘢，唔好簽任何文件。第四，喺任何場合見到移民局工作人員，請立即出示以下卡片。I have posted this video on TikTok, YouTube, and Instagram. Please share to any Chinese-speaking immigrants in Los Angeles.